啊，小个样老吧，来头其中搞一类，其中讲讲特别的，他养活过了是呢，但你眼看看吧是大家这么说，这他顶上看吧的嘞，已经写到钱多了，第那给这个现在差不多最讲讲的，我等。却将来你成在宁国，所有的定州来你哪里？喂，你我这，其中这个老太太都写了是哪个？让一点那个叫做啊，写哪个写？让这其中太太这的啊，哎，你让个对不着呀？那多卡巴的不是常见，那卡巴是当地多呢。这先是用那个可把一个。然后你那个看完给看完那个真的，伢让给这些衣服了嘛？他的图案没多大，图案没多大。但你看上面的这个那多卡巴的没了，叫真刚是个阶段了。叫真刚了。老，你还瞧这个是这个这个叫？他底下我就呢，糖果广大俺当年炒不起，麻将是手机干不干不得了，年炒不的俺家那个先把叫啥？他带么许多，俺家那个点什么呢？喂，他还快哟！全球的就意思呢，拿了嘛一件，是吧？就是。提着那些你炒不的趴开来一点了嘛，就是。这天呢，看了我嘞，今年俺做工位，来边给家下开些钱，西边那也说啥，一起开些说他们说大，是吧？就是。你们那叫做别把别人留出去，俺来中间做就是这。太阳交给进那也是的，就是的了。听见俺来说谁印度的那里，讲到我了，给这流出的那些叫，这个就脱掉不掉，哪面俺家那个开发的去。喂，你不去这干嘛准备的？这你们是你老板要不干你吗？是吧？就我做。好的，这个是俺姐姐对面现在都是了，就叫的。这俺这天呢，顶上来个这个厂商上，就是对不嘛个，顾不嘛都搞死嘞，那就就是你讲的叫。好的，按照我这边叫那个上到我那的行动给我的嘞，俺卡巴当年的了。但是我那看不到我做。顶上卡巴的这边说是啥个水面，我嘛想掐着就做。切做。地那我写了，他给这个写，粗给这个写，个里啥主年忙多做，他哪知道了？这做。那这样让你卡巴了，媳妇看了就这，这让青椒特别的样子，都现在写就的。别看来个这个人呢，但是这啥我来这呢，俺不都青椒人家晓得的吧？不是，就送到这送到养我呢，俺熊猫没有做吃的做。钱怎解决？我研究，听说俺让做这就记住哪里呀？退休还来得清不住多少？我来研究，退休做当嘛都记不着晓得，退休的浪经过说晓得完呢。去怎么解决？对。他现在用了就第二年给你们那么推荐了呀，俺让做这就个记住哪里呀？退休嘛，准备过来就学那个这都做。前来用我叫，你看俺让做这就记住那个那个吃的，像牛肉一般过去吃，没得了。大姐，俺老前面头的学给他做。这行了吧那是。这里开始俺让做这就记住那忙着得住养大不现在，每次来不谁不吃的，我都当做人嘛的，送家那是。大姐，那俺学给他做。哎，那干过嘛那是？确实，他们大姑娘的基督的忙住我做。他说那么大的基督的要牛肉的。没了，他现在来这点忙住多做。要了最大的来这点要牛肉的。兄弟看了看这，今天有时看了中年的来这点忙住多做。其实来那是用的兄弟主干的要牛肉的。兄弟看了看这，让你不会讲年的忙住多做。他这个到美丽的辣椒松也得牛肉的。来我去做那边讲了一个比你的忙住讲了一个比那姑妈讲嘛的。嘿，叫人姑妈说上面都看得。他这样叫，俺这亲戚不对呢，姑妈不也别讲那小有的怎么？他的搞不清那么子小的了。看叫，因为他的年岁的姑妈说嘛，他叫。你年岁那平常俺让做这就个几少哪了呀？里面出在养的这边，你都忙不着了嘛嘞。你们一边半面人说个什么意思呢？阿姐我妈意思呢，挑开这意思呢，对这个你都忙不休息，大不够就跟了伢那个读书的叫。但也好不是。叫人的所以讲呢，俺让这就去做那没偏看呀，好到被给你个说的说，被人里送的经验的推荐，兄弟个小都说也是。搿哪大叫？前头用我叫，路到特别关的，兄弟来偏见的样，牛肉的。人手看了看见，让你不住企业3年的忙住多叫，让你不住了，不愿那边的样，牛肉的。不对看了看见，从没出过说年的，从不这个做忙住多叫。还有这个咱们那个。咱都有最爱的样，牛肉的。那么这个明天在记住哪里？主新疆人的忙碌。
这些当被南大有给的牛肉牛肚子的，你那这关键不莫名中间年的马路。当然了，全部就是三年给别把人不进年的牛肉牛肚子的。你那最这关键，搞到今年的马路嘛，不是？那不他们有些谁给的牛肉牛肚子了？我不难搞抢的，他就给今年的马路嘛，不是？这不做了，吃的三年给全那年的牛肉牛肚子的。那么这个明确的，那把了吃足那年的马路嘛，不是？那把辣子有个，那把强调那年的牛肉牛肚子的。然后做个家头这个没什么的马路嘛，不是？强子的那边没晓得牛肉牛肚子的。我在这里里了，觉得都骨头的骨干了，骨头的好大的马路嘛，那就。股东的给了，这边个今天但是对朋友们的便宜给破身的说，养牛肉牛肚子了。对我们那个呢，美国旅游是那么的马路。他们看了你呢，你这那把那个的牛肉牛肚子的。后面又在了阿龙大街，说是个香那些说你的马路嘛，不是，这的先就了你，说是不想看到说是看是我的。他听下都是的说，顶上啊，然后这就几座闹了呀，碰我给学忙我修这个。好嘞。说是后面又在了呀，假的、上的、蓝的、三的、绿的、海洋的，这个阿龙路把它打起。你，叫地看大。地看过了，地看大，米的、那个的、臭豆的、吉林的，老往前还是他过来的，我这可以啊。我这过不到那里，啥都没有。钱这个钱，我那也。按照了，那我下去大家弄下头，别俺的便宜点，牛肉牛肚子的。这就记住那了，他自己看不得马路嘛。娘的，我们在这头也点牛肉牛肚子的。这就记住那了，小麦给自己也点马路嘛，知道就。平民要是就算能给点牛肉牛肚子的。这就记住那了，平民能够第咋个也点马路嘛，知道就。平时几个节的别讲到没那个咋都是给点牛肉牛肚子的。上交当人家话了，也就今年点马路嘛，知道就。要为个出去就给点牛肉牛肚子的就。城市怎么点马路嘛，知道就。城市准备他当点牛肉牛肚子了。城市准备明天在牙冲江也点马路嘛，知道就。城市里面别跟那对了，都那也点牛肉牛肚子的就。忙着看了看见，记住那了，平民路面今年点马路嘛，知道就。忙着那都养到新年点牛肉牛肚子的。从来可能听到下点今年的马路嘛，知道就。要不叫了就得三年给全那年的牛肉牛肚子的了。就那个这些的马路嘛，知道就。你还不那个长不松也得牛肉牛肚子。就爬了这些过去，出了这些过去，他妈的，让你当面的见没见了？车子就这了。一边的叫土城那个嘛的。刚刚俺让你给日本小不一边过了西部的嘛，叫日本不过讲的过，但是现在心里头叫哈嘞，交给松叶这边呢，他给广东学完的，俺那就这做那个，先别掐的嘞，那边掐的，松就有多少呗？俺那叫。现在有我叫，你看俺那就做那个呀，那边掐的，马路一边就修的。年底了，连999给他叫，他应该叫。他上新年的路中的几对的呀，马路肚子的。来年吃什么这个几对的呀？牛肉手子。见路我是叫不出不吵的，前年的呀，套肚子的。真的给你妈不会懂的马肚子。碰到过了，到底那年都是马肚子的。今年有就看的加那一季节的牛肉肚子。碰见咱们也不是被公路节给草木看的呀，马肚子的。现在两岁今年的牛肉肚子。碰见个到没那个钱都让手榴弹那你赶紧包把我的所谓马肚子的。不对，他这个钱的越节中年的明年的牛肉肚子了。赶紧他们那把就给的呀，马肚子的。中教就这两个这个中年的牛肉肚子。那个对的的，他晓得呀，马肚子的。银耳片的牛肉肚子。他晓得对的那个南对的呀，配送炒肚子的。外面的切蛋的牛肉肚子。那个比熊过了，他对那个都是马肚子的。外面吃那个下猪场面的牛肉肚子。他不那个长不松也的马肚子。就那一点这些的牛肉肚子。放了些收了些羊啊，让你看今年的介绍。是的。下茶呗，当地咔嚓为当地那茶。他就把绿人当鲜越多。年大嘛年说落了头。吃的大了到了，心里头了爸爸谁个没？